来看华人街街头，最近有一个真奇怪的民众，伊过车路的时，拢倒伫涂骹用练的。驾驶甲过路人是拢真烦恼，讲会发生意外。警方表示讲，这款行为已经违法，会来找出这个民众处罚。伫日月中昼1点左右，这台计程车停伫咧花莲市国联3路加国联5路路口挡行顶时阵，有一个穿黄裤的查甫人要过车路，唔先行，竟然用高的。这里问讲赶紧用无线电通知大家注意。有一个人在那边滚啊，等一下小心啊，他滚在旁边。哦，等一下行车记录给你看，伊也唔知你滚到哪里，滚整条斑马线嘞。斑马线。咱来到现场看，附近的业者讲，并无看到这个查甫人对路口监视器人看到过过车路了，手内唔知摕什么物件，过继续用高的。大家认为可能是啉酒醉，或者是专工创的。这很危险，这很夸张哎，这个有没有很扯吼？对啊，他是干嘛？超扯的，这谁啊？所以也没见过这个人哦。对，因为我们不知道啊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这件事哎。警方讲，这个查甫人的行为已经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78条第1项第4款，伫交通正接的路或者是铁路并交道附近走、入、算、坐、徛、倒、徛下阻碍交通的，会当罚500。经本所立即调阅监视器，现已知悉该名男子身份，将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予以裁罚，并劝诫该名男子切勿再有此类行为，以免造成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危害。因为附近的桥上定了一寡人规定伫咧啉酒，警方也会加强巡逻，避免有人啉酒了闹事，或者是影响其他用路人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